好，说到这次我们上海越剧院广东行哈，去了广东哪些地方？深圳、珠海、中山、广州。啊，哎，那带了哪些剧目过去？就《红楼梦》和《梁祝》。两部都是经典作品啊！当时院里在排这个剧目到广东行演出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的呢？《红楼梦》和《梁祝》这两个戏都是我们越剧的经典剧目，然后在这个全国的观众心目中呢地位也极高，影响力也极大，所以呢我们也觉得这样做也是挺好的。观众《红楼梦》和《梁祝》那是开拓这个市场是最好的作品，新市场的最好的作品，对不对？那我在这里啊有一个疑问啊，我们都知道广东这一带啊也是流传粤剧，它是广东粤剧啊。那咱们这个就是江浙的粤剧到那边反应是怎么样？反应应该挺好。就是深圳，我们去了好多次了。以前就是我们单程去的，去他们什么文化什么交流会啊，我们去过好几次了。但是这次呢是广东行的头一站。那么深圳我们光是《红楼梦》都演了三次了。之前也去过。那么每次去啊都是反响也是都挺好的，然后上座率也挺高。我记得去年我们演出的时候，当地我们是演1场是吧？哦，演2场。去年2场，他们要求我们第2场的那个中午再加1场。我们因为慧丽当时那个身体不是很好，就怕太累了，我们就回绝掉了。所以这次我们再邀请我们过去演。这还加演哦，可想这个反响非常的。然后就是珠海是我们没想到的，几10年没有去过。中山也是的，珠海真的是这个场面，我们到现在还久久不能忘怀。这场面真的是没想到，就演出完了以后，好多观众都轰。对，这第一次去珠海，这种轰啊，对不对？对，第一次，这是第一次进，对，纯粹是发自内心的那种对你们的这种热情、粤剧的尊重、渴望，真的是非常非常。我真的是演完以后，我还有我们那个。就是演出部的主任周立忠，他都掉眼泪了。他从来没有这种感受过。当时还那个观众们应那个要求，我们2人的演完以后，就在前台给他们签名半个小时。哎呀，把我们俩挤的就是，但是我们很感动。在广东行第一站深圳，票房的火爆就超出了预期。《红楼梦》首演前2小时，就连临时加出的80个座位也全部卖完。可这时，票房前面还有许多急切等待的观众。我们来买票，现在没票卖了，没有票了，卖光了是吧？好像是。观众的热情就是演员的动力。虽然面对的是《红楼梦》这样常演的保留剧目，但演出前的准备工作依然是一丝不苟。从我从艺到现在吧，可能几百场都有了。但是我们每一次演绎这个戏都是有新的感觉，都好像是首场演出一样的。我肯定有点像人来疯的样子了，就是演员他本来就有一个人来疯，演员多了啊，那个观众多了，演员的那个表演的那种兴趣就上来了。下面的观众好多都是广东人，当然它是一个移民城市，也有很多从上海过去的，也有很多从浙江过去的，江苏过都挺多，全国有很多人他们涌向珠海，但是毕竟他是生活在广东这样一个，就是从语言上来说，应该说接受上是有障碍的。但是他们演完以后真的这个热烈，后来演出商跟我们说，就是说他后悔了，他没预料到就是会有这么效果，会有这样的效果。对，可想而知呢，我们这次广东行应该说反响是相当的不错的哈。那据我了解哈，2位在演这个《红楼梦》之前呢，在舞台下面，
咱们这个钱惠丽一直说啊，我要找回18岁的感觉，而且还跟我们这个单亚萍也一起来交流，要一起来找回18岁的感觉。为什么会这样？其实18岁就是我从艺的那一年啊，18岁，因为那时候初生牛都不怕虎，反正上去了就上去了，然后一身的朝气。而现在呢，因为尽管你保养的再好，或者说你的演技有多么高超，但是你岁月还是不饶人的。我们2个角色，她是妹妹，我是哥，然后在舞台上都是10多岁的孩子。如果说我们没有一点点青春的感觉，那确实在舞台上是没法演这么2个角色的。所以在演出以前我都跳啊，我说我18岁，我18岁都这样念，人家在笑我，我旁边同事在笑我。哎，我说你16岁啊，我18。哎，我想问一下单亚萍，像这样的说，哎，你16岁，我18岁，对你来说，在创作人物当中有没有这个效果？感觉会找回来一点。他好像特别有这种顾虑，就是平时那个的，但是在演出前他会鼓励我，给我信心。哎，弄13岁好，我忍13岁啊，因为当时带也就是13小的岁嘛。老爷瞧不起我的，今日我背地里偏要到泰国上课。左边是个金鱼子，难得的相亲鸟子啊！街上正清新门子一家，我隐隐真情真的上子他保佑生活有几全才子，但愿的情梦境普及自然。你在这里做什么？啊，原来都在这里用功，这样一来呀，口水要爽功，咋对了你？哎，你取笑我做什么？你又不是不知道我最讨厌狂功名，完全的八股文章。你外地这些你都是哪些书？那又是什么书呢？不要在我面前弄鬼了，快趁早给我看看。好妹妹，这一块我是不怕的。哎，你好歹不要告诉人啊！什么书啊？嘿，真是好文章。你要是看了，你万也不想吃。那谁生气？好妹妹，你好不好？
个到这大名声啊，你就是那秦公秦城的马。不是霸道，弄他在银子引出来吊吊，文章的娃儿欺负谁？我苦要到句句真心将你听啊！我不必怒气不要再看见，好妹妹你千万帮我这一招。一心欺负你，好，明朝娘我绝不是自私的，娘哪位冤，帮我弹去掉。那当真一风是关于黑人黑，那隐把王的人呀亡魂儿，那称上我老夫人，那为民无天边都要忙头，我以为你放此身，嘿，原来是个你呀那强人。好了，刚才呢我们聊到广东行当中的深圳演出啊，那么接下去我们聊聊这个珠海演出哈。珠海演出和深圳演出的最大的区别是，因为是第一次来哈，之前是不是两位心里都没有底啊？没有底，没有底。珠海是出乎意料的好啊，深圳呢我们是有所准备的思想上，因为来过嘛，因为来过，对啊，我们知道深圳去年演出欲罢不休哈，然后到珠海是没想到的，当时那个。负责我们这次就是到珠海演出的这个演出商，他也没有想到有这样的效果，因为他也知道到珠海粤剧来说，珠海人对粤剧他也不知道真的这么一个剧走红。然后我们过去以后呢，恰恰是出乎意料的，就是珠海。第一次到珠海演出哈，这戏迷的构成是什么？是不是都是外地的戏迷过来看？他好像四面八方的都有，四面八方都有。从深圳再次赶过来的，也有。广州也有赶过来的啊，都有。那本地的戏迷多不多呢？对，就是大部分都是本地的。哎呦，看来咱们这个《红楼梦》好像在本地的影响力是相当广的啊。对。那我这里呢，给大家看一份报纸哈。这份报纸呢是《珠江晚报》，我给大家展示一下哈。有一位戏迷啊，特地在这个梨园情思当中写了一篇文章。这个文章的名字叫《不是彩云落地边》。咱们这珠海的戏迷非常期待亲眼看到这个《红楼梦》的演出啊。那好像在演出结束之后，两位还亲笔签名，是不是？为我们写，对，而且是带妆亲笔签名。对，是。演出完了以后，马上把我们请到那个前台去了啊。然后好多观众都已经在排队了。在排队的时候，很多观众都是他就迫不及待的要我们签名，然后把这个签名的本子啊塞到我们的眼前，很多人，然后我就没法签，他们就这样塞过来，我就没法签。然后我想一转身，我贴在墙面上，不然的话，前面还有桌子拦着嘛。他把那个他很，我知道，就塞到你的脖子下面。对，那我没法签了嘛。对，没法签嘛，我马上一转身就贴在那儿。然后他们这个就是那个经理啊，那个显经理他递给我，他一张递给我。那我还跟他说，千万别搞错了，别搞错了。他也不知道是有没有搞错，反正他拿过来一封递给人家，不知道有没有搞错，应该是没有搞错。反正我们这个田慧丽和夏亚萍都有求必应，递过来签都签了，是不是？太让人。后来他们觉得这个场面也怕失控嘛，然后就好像动用了保安了吧？对，没有。这样我们出去的架势就这样。哎，你们后来回得来吗？统统出去呀，那不是他五六个那个保安啊，手拉着手，然后我们就走的穿在中间，然后拉出去拉进来。国际巨星啊！
钱惠丽和单养平并不是第一次受到戏迷的追捧，然而在遥远的珠海也有这么多热情的观众，却让他们感到格外激动。没想到宝哥哥和林妹妹的爱情故事，竟也缔结了粤剧与珠海的金玉良缘。这个是他的签名嘛，他就是单养平啊。天上就下着林妹妹，是一朵金玉刚成嘞。花嘞它金的恰是金丝丝。儿举么？快过去见过啊！二姐么？哎呀，快起来！来，这旁坐下。看你身体单薄，十不胜衣，吃是为何？寡孙女是小肚病，从未吃完事起，便去牙道士进了。怎么，林姑娘来了吗？啊，真的来了啊！哎呀呀，来迟了，来迟了！哎呀呀呀，老叔公我来迟了！昨日那人西天堂，今朝听听归客房。呀，不认识他，他是我们这里有名的一个特苦啊。南京城府回来时，你只要叫他一声凤儿就是了啊！这是你灵儿嫂子。二嫂子，起来起来起来！哎呀，好一个妹妹呀！那天过老祖宗心底的外甥女，分明是虐妻死了红来到。妹妹来，坐下坐下，你自己来到这里呀。
下坐下，你们本快当嫂子，娘令姑娘带来的人去不去？妈妈姑娘随我来。给人带来这个小丫头，太是嫩了。把我身边的那副紫鹃丫鬟，就了得有好事回来。是。见过林姑娘。老娘家里来了客人，快过来见过你林妹妹。林妹妹，说到珠海的这个演出盛况，两位这个演员啊，我们的著名的演员都一直不住一种兴奋哈。其实啊，在这段时间当中哈，好像正逢中秋佳节，对不对？俗话说嘛，这个中秋佳节倍思亲哈。那么两位包括整个团是怎么过中秋的呢？我们先问问单雅萍好不好？逢年过节，这是我们作为演出的团体在外地演出是很正常的。有时候就是大年夜，那个在外蒙国也是很正常的。所以这次记得我们就是拆就我们就新版《红楼梦》刚排的时候，在大剧院大年30就演出嘛。对。那就是其实在家里跟自己家人过节的机会是很少的啊，很少的。但是在这么一个大集体，大家一起过也非常高兴。而且这次去的阵容也是强大，100多人呢。100多人，大家在一起，那些小朋友也很开心。吃月饼了吗？吃了。咱们单雅萍吃了几个？我吃了大的，一共前后吃了4个大的。你可真会吃我从那个深圳就开始吃了。我深圳他老早开始吃了，吃到不对了，我说哎呀，慧丽好像不对了，那个好像又穿衣服有点紧了，然后我吃到珠海以后，那中山的时候我再不吃了。那慧丽姐吃月饼？我吃了，但是我吃这个月饼是。太不寻常了，这么一个说到这个不寻常的月饼啊，其实呢，在这样一个佳节当中，我们慧丽姐收到了一个重量级的人给她的一个礼物，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因为我呢不能吃甜食，而且饮食呢我也要控制，所以呢这个呢就是养萍她非常细心。那天中秋节我们大家不是100号人都在一起聚餐嘛，吃完饭晚上正好不演出，在珠海。然后吃完饭以后呢，我那个同事把我叫去了，跟以前认识的几个朋友在一起又去吃了一顿饭。我在那儿，其实我基本上也没什么吃，但是我跟他们聚一聚。然后他给我打电话，我送你一个月饼。我说你不知道我不吃月饼啊？不是甜食。我说你不知道我不能吃月饼吗？对啊。他说这个月饼不一样。那我说好，你放着，回来再拿。然后呢，等我回去好像有点晚了。
第二天上车他就给我，给我一个，用这个玉做的月饼啊。后来我一想，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给送给我月饼。我想雅萍送给我这个月饼，这个月饼真的是不同寻常，真的是我到现在还是回味无穷，因为这月饼又做得很漂亮，很真实，然后他也知道送给我这么一个特定的人，我又觉得特别有意义。对，我又不能吃甜的，然后咱们又是2块玉，我是宝玉，他是黛玉。其实我觉得也代表着你们这个姐妹情深，玉是洁白无瑕嘛，友谊也是洁白无瑕啊。因为我们是好搭档，我们是好朋友。哦，就是为了这2句。哎呀，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姐妹情深。两兄啊，两姑姑，我想你，三长大娃无子理。英妹妹，我想你，衣冠不正我心里，两姑姑啊，我想你，郎对菱花不复惜，也妹妹啊，我想你。人乱3岁，风铃已许，这才孕育了是3岁一样美的女儿，孕育了是3岁一样美的月妻。师父，你临终前的嘱咐我没有忘记，你留下的路上我一直带在身边。今天我有空就在这家乡的古稀台上，为家乡的乡亲们再唱一曲两首。
说到这个新版《红楼梦》啊，应该说这个人员是相当庞大，去了有100多人吧？100人左右。哦，再加上这个舞美啊、灯光啊，应该说这个物资也是非常庞大的哈。那在这个广东行当中，比如说像深圳到这个珠海啊，这个过程当中是不是很辛苦啊？相对那个西北行和那个什么东北行啊，相对那几个行来说，那么这次广东行呢稍微好一点但是呢，途中只有2个小时左右那然后在这个广东行当中，比如说像深圳到这个珠海啊，这个过程当中是不是很辛苦啊？相对那个西北行和那个什么东北行啊，相对那几个行来说，那么这次广东行呢稍微好一点但是呢，途中只有2个小时左右那然后城市与城市之间也相隔也非常近，然后走的路也是都是高速公路，因为南方也经济比较发达。那我们西部行真的是比较。相比之下，西部行它就是舞美队还是相对辛苦的。比方像深圳《红楼梦》是第一台，然后第2天就演那个《梁祝》了。那么2个都是大戏，都是这么大的一个戏，各方面都是非常讲究的，那就翻台的时候就相对比较辛苦。慧丽姐也说了，其实，在搬运这个道具的时候，舞美队真的付出了很多哈。他不光要这个搬运这个舞美啊、灯光，还有一点就是要在装台的时候要符合当地这个剧场的一个条件，对不对？那据我了解，好像在深圳演出的时候，这个大幕啊差点没拉开，是不是有这个故事对，我们其实在排练的时候很好的对，因为现在有些高科技的东西了，有时候用电脑控制，他就甚至没法去把握它。那个拉大幕是那个电脑控制的，出了一点点小小的故障。但是我觉得这次我们的乐队真的非常非常好。他因为间隔时间经过了好长时间，这乐队应该一般的来讲，他看到这么时间。我那个不拉开的，他会停下来。他乐队是一直奏到那个幕拉开为止。有时候需要去弥补。观众一点都看不出，只是感觉到今天音乐长了点就没感觉到中途就有什么差错。刚才呢，我们也说到了这个新版《红楼梦》啊，这个人员是非常庞大，物资也是非常庞大。那么在中山站的时候呢，我们找到了一个小小的卧底啊，来一探究竟。我们一起去看一下。名家名段热点的观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裘丹丽。我们这次呢是在外景啊，我们这次是上海豫剧院的广东行，这一站呢是我们的中山。你看我们的海报在中山一个大剧院里面已经出来了。我们上一次的呢是在深圳跟珠海。其实我本来还很担心啊，为什么呢？因为这边是一个南粤城市吧，对广东粤剧比较熟悉，对我们南方粤剧可能不太熟悉。但是我非常开心的是，我们的广东观众非常喜爱我们的乐曲，场场爆满啊，所以我这一点是非常非常的开心的。还有呢，就是我们第3站了，马上就可以回家了，这也是很开心的。这样子吧，我们来看看我们这边那个豪华的剧场，我们边走边看吧。大家好，我们这边看到的呢是中山的文化艺术中心，非常的一个现代而且又豪华的一个建筑啊，所以我们今天的《红楼梦》呢豪华版就在这里演出。什么叫豪华版呢？我们边走边说吧。这边就是说，我们这次来的呢，《红楼梦》有100多个人，所以说是豪华版的阵容。现在嘛，应该是6点20分了，所以我们的后台肯定是非常热闹，估计是在化妆、打扮。好，我们去看看吧。你
今天我们聊的话题呢是上海粤剧院广东行台前幕后的故事哈。那么据我了解，我们上海粤剧院有一个优良的传统，不管到任何地方都要进行走台，对不对？对，因为它每个舞台的情况不一样，然后各方面的条件都不一样，然后你试音吧，那最起码要试的，然后我们在舞台上也要走一走，要熟悉这个舞台，然后这个。另外一方面呢，就灯光这方面都要稍稍要看一下，试一下。特别是这个走台不是从头到尾的排练，我们就是挑选群众场面比较容易乱的一种。这个走台不光是演员走台，好像这个工作人员都在走。对。比如说，我记得好像这个音响老师也会在不同的位置在调音、收音。对，这是我们的演出之前。它这个剧场的状况不一样，情况都各不相同。所以你必须要试一下，保证把我们的声音都送到每个角落的观众的耳朵里啊。同时也看出我们上海粤剧院的员工们都是非常敬业的哈。那刚才我们聊到了几个地方，那么再说说这个广州吧。这个广州演出的同时，咱们这个戏迷热情不热情？我们4个点，哪怕是我们珠海那个中山，这个观众程度应该讲是从每一次都是一样的。但是我觉得广州这个地方就不一样了，你们没有意识到吗？为什么？听说你们要走台，有些观众4点半就来观摩了，对不对？哦，这个有吗？观众确实有很多从外地从别的地方赶来的，还有就是几个城市他每个城市都看的，每个城市都买票，他就跟着全程都看的，全程看的也有。我还听说好像北京也有，还有从北京还从国外的来的朋友都有。我们这次演出好像四面八方赶过来的蛮多的。距离《红楼梦》广州站的演出还有3个多小时，演员们都还忙着走位置、试声音，而这时台下却已经有一批观众早早地赶到了剧场。远道而来，只为亲眼见见心中的偶像，签名拍照，这样的亲密接触，也许会是一生的甜蜜回忆哟。我是从北京赶来的。我是从广东惠州。我是湖南长沙。因为漂亮，人美戏美，唱得更好。上海粤剧院的很多戏我都很喜欢，所以这次借《名家名段任你点》这个节目，我想点一段单阳平老师的《紫月钗》，谢谢。太兄，你什么进来？听讲都是牛胎拿去卖了。不，这是不老于你的眼睛是吧？你买不得，你买不得呀。太兄。真是看苦道上哎，人生无味听天味，风格那文静婆娘归来真见情真得归。心
官闺蜜的不爱哟，地府面前紫禁堂，金弟妹穿透曾经苦衷啊，来了兄为特约家。弟妹呀，听得到你经历了紫开红旗正当花，弟妹情与兄从此情定说一讲，凭什么把家不到？明天起经当西餐，今夜梦家的爸爸唱可烈生日一下。在广州站演出当中啊，好像有一位重量级的人物到后台慰问过你们，来给我们介绍是哪位呢？对，是广东粤剧表演艺术家洪宪女老师。啊，说到这个洪宪女老师，我知道是个大美女啊。对，同时漂亮，很漂亮啊。之前有没有跟洪宪女老师接触过？我们没有直接跟她交流过啊，但是她跟我们的老师们都是好朋友，都是好朋友。哦，那在后台慰问过你们说些什么呢？首先我们听听单养平老师的。他问过一声，因为我们当时都在改装，就只是在改装的中途上来，一想，哎呀，洪宪女老师来了，我们迎上去，她很热情，也很鼓励我们。那我们的这个洪宪女老师跟我们钱惠丽说了些什么呢？因为当时讲评说大家都在一起，我们都快要上台演出了。他是在演出以前到我们化妆间来的，然后特地来看我们，看完我们以后，他下去看戏，因为他就说了一些跟老师们之间以前有什么交往，然后我就说洪老师你也真年轻哈，又漂亮又年轻，那么有人问了你为什么会那么年轻？他说我主要还是要在于心，真的很精神。听见他们来了，我就心里头说不出来什么样的高兴。反正我对上海粤剧都是几十年的感情，那个对粤剧的老一辈啊，那些年轻的，那个我都是跟他们是好朋友。粤剧的他们是演人物，所以我喜欢。他们的唱腔也好听。花问鸟问东南月，鸟字不言，花字学。
一个此地不人吗？妹妹万岁！我知道你不理我，看见我就避开。今天我只要和你说一句话，从今之后就了开手吧。说吧，说两句，你听不听？啊，既有今日，何必当初？当初怎么样？今日又怎么样？我把那心上的话儿对你讲，心爱的东西凭你瞧，还怕那丫鬟不是包对到我听是方方姐姐来你啥烦恼但愿你啥开眼我先想，我和你同坐千万同上山，像一毛所生的天空方。指望平平年年得到地中间的我俩听你比真好，谁知道妹妹生把你心也长，如今日你瞎着眼睛把我瞧，三嫂自己不理我，是宝娘身为老婆烦恼，我与他你当也是那也好，为什么月儿鼻子向我跑？你也对你做也是生也好，为什么别人都是你常备好？你叫我光明不把光里梦啊，我就是为你死了，也是过去时的归位，原难节目呢马上要接近尾声了，最后呢还是想听听两位对这个广东行演出的一些感触，好吧？首先听听单晓婷。我觉得是打开了我们粤剧新的市场，接受了更多的观众。对，那么田慧丽是怎么样的一个感触呢？开阔了眼界，还有
我们的意志得到了磨练，进一步的磨练。对，而且这个凝聚力也加强了哈。红楼一家人呢，感觉真不一样。真的是一家，我们出去大大小小真的是啊，对，就是一个大家庭。那咱们这个全国行从03年开始，对不对？已经走遍了很多地方了，下去还会继续下去吗？我想应该会走下去。将来我们的愿望是，就是说，你不需要有很多，就是说全国行这么一次，具有一些号召性的这么一个口号，就是说将来就是可能很自然的就是走向全国，甚至于走向世界。这是我们的愿望。对，我们走过的几个城市，基本上都留下了我们美好的。比方说在那个东北行，我们就去过2次了。那么实际上你去过1次了以后呢，你就有去过第2次、第3次的可能。对，将来可能就是我们的一个码头。对，所以这个就得去探索，就得去磨练，就得去做呀。对，如果不去做，不去开拓，那这个地方永远是走不出去。同时呢，我们在这里呢也祝愿我们这个上海粤剧啊能在全国开花，也有很多的戏迷朋友对我们上海粤剧的支持，好吗？好，今天节目到这就结束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一起和观众朋友说声再见，好吗？好，朋友们，再见。使命在肩，身陷重围，无怨无悔。要是怕死，就不来。步步惊心，黑白两剑，神鬼难辨。左手